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15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红公鸟阿明，阁有小嘉。这个读册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毋茫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14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暗公鸟真辛苦去了这个读册会的网站，阁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14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仔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会使去网站看卖，阁有读册心得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是台湾主体性的白话文运动，作者是罗文杰先辈。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354页。线顶21期第1页，第2篇是台语消费者运动，作者是陈明仁先辈。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436页，线顶17期第1页。若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希望大家做伙来读册，感谢大家。好，第一篇台湾主体性的白话文运动。这篇文章有7趴，敢有谁要来甲咱读第一趴？我来。好，感谢小嘉。文字是人类记录语言、历史、思想、生产方法、人伦关系种种文化活动一项真重要的工具。这项工具若是愈简单愈好用，文明进步就愈容易。文字要简单，互一般人好学，除了爱考虑到历史因素，字形以外，上重要的就是爱接近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使用的口语。白话文运动的意思就是主张文字爱接近社会通用的语言，毋是语言去迁就已经定型古代文字。白话文强调生活化、社会化、当代化，所以白话文比文言文较好学，较有法度忠实来记录咱的意思。文言文因为歹学，所以文言文的社会文字袂当普遍，诚做士大夫阶级的专利，阻碍平民文化甲民主政治的发展。以上。感谢小嘉。小嘉读的这2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要请教一下，第一趴的上尾文明进步就愈用伊还是伊？较拄小嘉读第3条伊。应该是第7条。用伊吼。我查看。用伊。用伊。就拼音嘛。毋是拼音文，是伊还是伊？伊吼。因为我查书顶嘛有人用拼音呢。用伊拼音我毋捌听过呢。OK， 好，了解，感谢。搁迄个第2趴的定型的定型，本条是第7条，念做第3条定，对。搁同尾诚做士大夫阶级。以上。感谢梁子，感觉有无哈？安尼咱刷落去第3趴开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阿珍迄个，我想讲刷落来，我来念安尼。感谢你。按世界各民族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白话文运动甲现代化运动、民主运动、民族国家运动拢有真密切的关系。罗马帝国的时代伫欧洲地区，拉丁文是欧洲人国语族的文言文。伫东亚地区，汉文、中国文言文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台湾汉人的文言文。
罗马帝国解体了后，民族国家意识兴起，各国的文人认同尊重家己社会人民甲语言，发起民族国家的白话文运动，造成今仔日的现代英文、意大利文等民族文字。伫欧洲，才会甲民族国家运动一体相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促成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字，也因为民族文字白话文所带来的教育普及化、民族自信心甲思考工具的效率化，影响后来的文艺复兴甲工业革命，造成空前的文明。东亚按日本明治维新，吸收西方文明了后，学习西欧各国语文教育的本国化、大众化、口语化甲自主的了念，也开始进行白话文运动，造成今仔日的日文、韩文、现代中文。毋过真可惜，伫台湾因为无国家意识的支持，用台湾社会做主体的现代台文，到今也未产生共识。以上。感谢阿莲娜。阿莲娜读的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真久无听到阿莲娜读册吼，阿莲娜读了真好。敢有？安尼我讲一个，我查到的是日本明治，我是查到医生，无共款的讲法，互你参考一下。我补充一下，拄则咧念的所在，就是可能有一寡词较清楚，就是迄个变调，甲拆分开啦。比如讲像拄则念的头一趴，按世界各民族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就是各民族文字就变做爱夹做伙，也是讲像一寡，就是较长的词啦，就是比如讲像民族文字，你若可能即个词夹做伙特别关系的，变做民族文字，毋过你若读较顺，变做民族文字。这主要就是较无熟的词拢会安尼。另外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明治维新吼，我是建议咱拢改做读医较好啦，因为台语再来是医啦。我想迄个位是我咧药是受中国话影响。感谢你。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歹势，我头挂念到自主化，即个所在我毋知影怎念自主化。我嘛是读自主化呢。阿良咧，快感着。我嘛是读自主化。好，感谢阿良。接煞较大迄个字吼，迄个我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迄个汉字有一个四维八德，咱若要甲念做台语，毋着要念做四夷八德。四夷，爱要四夷八德，干嘛呢？台语是修夷，四夷。四夷即个是四夷是在来台语就有啊呢，还是迄个尾六内倒有诶？有啦，迄算汉文啦。台语头前是写一个文啊，就为汉文来安尼。了解，感谢。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无吼，感谢阿莲啊。安尼第5趴，敢有人要来甲咱读？好，我来。有人检采安尼问，五四运动诶时，白话文运动就已经成功啊。台湾太抑阁有白话文运动诶问题，即个问题诶答案，看是要用中国，还是用台湾诶立场来回答，会有无共诶答案。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是用北京话发展出来白话文。对惯习讲台湾话的人来讲，现代中文是台湾人一个新的文言文。这个新的文言文，毋是去做台湾文化一个好的工具，反倒正做消灭台湾本土语言甲台湾国家意识的凶器。以上第6趴，敢有啥物人要来读？我来。好。使用中文的结果，就是强迫咱用北京话来思考。每读一遍中文，就是伫头壳内暗念一遍北京话，
接受一遍用中文来思考的价值观，若是使用台湾白话文，每读一遍、写一遍，就是伫咱头壳内听一遍、讲一遍台湾话。结局是台文愈读，台湾的语词愈丰富，台湾话的文化愈正确，台湾话自然就会愈高国，把自然内容按台语文化产生出来价值观来思考问题。台湾伫政治上应该要有主权性，文化上应该要有主体性，是所有听台湾的人已经有的共识。但是要安怎才会当达成咱所爱理想？徛伫台湾语文运动的立场，我要呼吁所有台湾立场的文化工作者、教育者，做伙来参与台语白话文运动，用咱日常生活在讲的话来写批、写新闻、写剧本、写文学作品、写现代科技、写政治主张、写法律条文。这个运动毋若是台语文字化、标准化、普及化的运动尔，嘛是台湾人要用台湾做主体。追求思想现代化、政治、经济民主化、文化台湾化新文化运动。感谢阿明。阿明读的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无安尼，阿明这两趴读了，咱这篇文章就读了啊。大家对这篇文章敢有啥物想法、啥物感想，拢会使讲哦。要请教大家吼，迄个咱即马讲的华语，就是迄个中国的普通话嘛。因即个普通话，你若照迄个民族的变迁吼，中国即个所在，互足侪像讲因迄个北方遐个因所谓的番邦来占领，所以因是毋是因遐个话语会怎变成做北方的语言？因为你若照迄个古汉因的牵线嘛，因为较早因遐个中华民族因自地遐个人去互遐异族的人甲赶为南方遮即搭来所以我有一个疑义，就是讲，这北京话敢是因在讲的番话番仔话，外邦的话啦？毋知大家想法是安怎？敢有人要甲咱分享一下？无，我来讲看卖啦吼，这部其实这议题真大啦，毋过就是简单讲者，中字讲的其实确实有人安尼主张啦，就有人会讲迄个中国话其实嘛毋是正讲迄个中原文化，就是伊嘛是算外族啦，就是伊迄个语言的源头嘛毋是讲正讲的中原文化，当然因要追求迄中原文化是啥，我嘛毋知啦，我嘛无认同啦，迄因兜的代志，非得就是嘛有人安尼主张就对啦，所以其实你若就即个所谓的即个中国吼，也是讲像西方因咧看即个东亚大陆即个土地顶悬的历史的发展时阵，我家己感觉即个历史的角度真奇怪啦吼，我着简单举一个例，就是你若假使讲，大概可能有加减仔认捌欧洲的历史来讲啦，假使讲迄个Hitler 就是中国话讲的希特勒啦吼，就是迄当阵二次大战，迄个德国，因若真正就是买手，因拢无受到即个盟军，就是来甲因拍败哩，就是若准讲因就是规欧洲拢占去，到单嘛是安尼，就是即摆欧洲就是无啥物后兵，就是干那德国尔。你若安尼来想，就是因看待东亚大陆迄块土地，这就是德国，较早的遐个族群，就是德国内底的族群就对啊，就是可能拢是叫做德国人，遮个人拢是德国文化，就是因看待即个东亚大陆，就是即摆讲的中国的角度，就是像安尼啦。我是感觉迄足无合理的。咱若比如讲，咱来讲古早咱做知影，就是电动作兴咧拍迄个三国志嘛，是讲三国演义这物件。你敢若听伊个名，你会知影迄是三国，就是有3个国家嘛。当然，你若看规个东亚大陆遮个历史来讲，迄就是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时期就是有无共款的国家，甚至因嘛做汉古嘛。你若看历史，你会知影，因讲的调啦吼，原调是讲清调，其实迄嘛拢是外邦
走来甲因拍了了来甲因统治的，因嘛算是家己的，所以其实迄个概念足奇怪啦。因可能因家己就安尼解说，所以意思讲可能嘛其他所在的人也是讲学者，因嘛是看待遮的，就是拢叫做中国人，也是讲因就安尼主张，就是讲恁即块土地人，就是拢是迄个什么迄个古早什么人的血留落来遮的人就对啊。事实上，我感觉迄足无合理啊！你若用去迄个，就是欧洲，你若用即个角度来去解说，完全袂通嘛。你就是像我拄则讲的，若是德国真正就是甲规个欧洲拢占起来，啊，你敢会讲遐较早的人就是拢是德国人？啊，问题中国伊就是即摆安尼主张啊，嘿啊，所以因所有的即个语言的分类，也是讲族群的迄个物件，因拢是安尼去看待，安尼去解说，嘿啊，所以才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有真正的一寡问题啦，包括其实台湾受到的，的确嘛是有遮的问题，比如讲像拢什么方言啊，是讲咱为某一个所在来，就是一定就是中国人。古早的概念甲即摆概念无共，你袂使立做伙讲，啊，毋过因就是安尼讲，啊，而且因算源头的方式嘛足奇怪，因就是敢若会算到因要爱的所在。你若真正讲要算源头，比如讲全世界人，你讲迄是大陆拢是非洲人。啊，对，而且伊算源头就敢若算到遐，嘿啊，回滴，我感觉因的迄个逻辑拢足奇怪，嘿啊，这蒙参考啦，我毋知有回答对两字的问题。感谢黑比，赞，因家己讲了欢喜就好啦，咱嘛无法度甲因讲啥，咱家己了解就好，无过会当安怎？林太无爱为恐龙时代迄阵阮仔甲算做因的，因就拢讲伊是啥物？皇帝的子孙，敢是？伊毋是讲是龙的传人。龙的传人。感谢两字。歹势，我阁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拄则讲到迄个龙的传人吼，真正迄个蒋文教授伊有出册，伊内底伊有做一寡研究啊，伊有写着即个龙的概念，其实早期中国内底是无的，伊真犹豫讲伊。这是为越南遐来，因为越南因古早就是因的祖先，就是因嘛是甲动物可能看做生命的一个代表是啥？详细我毋是介了解啦，就是回滴迄个动物是叫做乐器啦，就是因迄个龙的概念真有可能是为乐器来，啊，迄个乐器基本上就是即摆中国迄个所在是无可能出现的嘛，因为伊就无迄个生活环境伊遐，啊，所以。就是伊的研究是感觉讲，迄真有可能就是为因共偷摕去用的啦。伊的概念是因偷摕去用的。你若看古早基本上因是因古早的迄个生活也是啥回事，无用即个概念。这是大家罔参考啦，你会使去看即个蒋永教授出一寡越南相关的研究。好，感谢黑比。再来就是梁子你先讲。你先讲。无，因为我要讲无共款的代志，你若要回应，你先讲。接续即个偷摕人的物件吼，像譬如讲，伊交韩国啊共款啊，韩国啊前一阵啊无讲迄个啥物肉粽节是因韩国的，因都会当人偷摕啊，啊韩国甲偷摕拄好尔，好以上。其实这个议题嘛真趣味啦，因为其实我感觉讲。中国因拢会甲遮的风俗拢是当作是因的，也是讲为因遐出来。啊，就算真正讲真正是拢为源头拢是为因遐来。毋过其实即种物件，全世界文化是讲一寡物啊，是讲一寡概念，其实嘛拢会世界传嘛。因为基本上你若有交流，有互相。就是有接触到，基本上嘛是拢会互相影响。问题你若看越南吼，因的例就真趣味，因为像蒋文教授伊有咧遐做详细的研究，伊就定定去做即种文化比较啦。其实你若看越南，伊嘛有定定知影，比如讲像伊嘛有肉粽节啦，伊嘛有啥物相关的。甲咱一般知影，就是台湾的节日，也是讲中国的节日共款的。问题因去到遐，因就无共啊，因有家己的解说。
甚至因诶可能迄个共款迄个时间，毋过因有家己诶文化诶解说就对，就是因看待即个迄个风俗诶理由是无共款诶，因有家己在地化诶一个关系就对啊，所以就算讲因可能伫五日节伊嘛有食肉粽，毋过因诶当然因可能肉粽形式嘛小可无共，啊问题因去解说迄工要做诶代志，也是讲因诶故事缘由是无共款诶。啊，这我感觉就真要紧，这就是叫做文化解说权啊，就是咱有文化问题是，你若是受中国教育，因就是一直去强调讲，你这文化就是为中国来的，所以你就是中国人。问题就算其他所在来的物件，咱若有起做，也是讲定紧咱家己的文化，其实咱就爱有家己的文化的解说权，我感觉这是最要紧的，尤其咱伫台湾受。就是东亚即块附近即块土地的文化的影响是其实是足大的，所以其实咱上要紧的是要建立家己的迄个解说权、话语权。好我阁补充一下，就是即篇文章吼，我真想要回应一下啦。就是当然伊内底文章讲的内容其实足简单啦，大家我想有咧读台文的人应该嘛无啥物需要去理解即篇文章想要表达的内容，因为既然大家有想要读台文，就是知影即篇文章咧讲啥。问题是，即个白话文其实这是一个足奇怪的概念啦。当然，这是一般人可能有法度理解讲，白话文是啥物意思。毋过我爱强调讲，白话文即个概念，伊是相对的，就是相对汉文，就是咱讲的文言文即个物件来的。啊，会有白话文即个思想嘛，是因为咱古早，咱其实家己的语言并无一套专用的文字系统，所以变做因为古早的汉文是一个共同的书面语，啊，所以这个共同的书面语变做伊要咧插恁遮的族群，逐个族群讲啥物话，非得你就是共款来用即套文字，甚至像古早日本甲韩国。因嘛是共款，日本人甲韩国人因的语言无相通，毋过因有法度用即种书面语用写的来了解对方的意思。啊，这变做讲伫咱东亚即个所在附近的所在无共族群、无共国家会受到即款的影响，这就是汉字文化课外的影响。问题是，咱要去书写家己的语言的时阵，就变做讲，古早有一套叫做文言文，即个汉文。这是文字的，变做讲咱爱写家己的白话，所以变做讲叫做白话文运动。毋过其实讲较白，迄就是要你若莫插去插汉字，迄其实就是咱要爱开始有在调写咱家己的语言，迄就是咱语言的文。所以其实迄毋是啥物白话文，我讲较白就是，我是要强调即个概念。其实迄就是咱头一摆我都家己写家己的语言，好补充到这。感谢海比，再来去读第二篇台语消费者运动，敢有啥物来先读？我来，母语甲生活土地的文化互动关系，母语甲民族前途共生死即类的问题，相信台湾通信的读者拢真了解，所以台语对台湾前途的重要性，大家嘛拢真清楚。本文无想要搁探讨这方面的理论，较实际也是台湾通信一向的态度。咱要安怎行动？台湾语文安怎互伊伫即块土地上搁活？目前台湾语文学者、工作者支持对即个题目拢真关心，所以即几年来，若开语文方面的会议，出席拢真热烈。可惜，既若讨论到台湾文字化的时，一寡台语专家伫台湾文字的顶头时常有争论，但是若是讨论到台语的雏形，大家就拢有同感。尾仔，我想讲，做运动的原则就是结合较大的力量，攻击较细的点，也无是毋是会当干那讨论安怎做台语运动。暂时莫处理文字共识，这个见解随时得到台语界先进朋友的支持，所以有几摆聚会，目的设定伫语言推广，效果拢真好。以上。感谢暗公姐。
暗公遮读的即两趴，甲你讲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无我来讲一个，就是迄个第二趴的第五段，结合较大的力量，就是迄个结合，因为后壁佫有事爱变调，就是主要是无读甲足顺啊，就是有诶变调所在拢会小可客气。感谢海米，感觉有？我来补充一个，即拍第二段迄个出色迄个缩音，过来可惜见讨论迄个是见感谢梁子，感觉有？歹势拄则迄个囡仔是原本读啥？我袂记。暗公照你感觉会记你读啥？袂记诶啊。我听到的敢若是见安尼就是囡仔甲囡仔即两种拢会使。见嘛会使吼。嘿。好，感谢。感谢海米，感谢梁子。刷落去第三趴，敢有人要来刷落去读？阿莲啊？我来读即趴。逐摆自会所面对头一层，就是台语定位的问题。过去台湾社会讲到台语，就直接反映好老话。台语运动人士为要兼顾各语族的台湾情感甲相对族群的尊严，感觉台语正做好老话的专有名词无解套动，上好将台语解说做台湾的语言。那安尼，就包括客话、原住民正在内，拢合做台语。嘛有人讲1949年以后来台湾的所谓外省人，因的母语敢也是台语的一种，也就是讲台湾官方的国语，甲原来会使讲是台语。以上。感谢阿莲啊。我先讲吼，即趴第五段包含客语、原住民语，迄个字是原住民语。以上。小甲再讲。我有一个问题吼，伫咧第四段名词啊，我伫想讲，大概是讲名词较济，还是讲名词较济？因为我查字典是写名词啦，毋过我以前拢是读名词，是毋是名词较无遐尼顺啊？因为即个词敢若伫咧教育部有收呢。名词、名词在内拢有讲，拢会使。好，感谢。感谢小甲，感谢海米，感觉有？过来迄个阿莲啊，第一句你较拄仔读素面对，遮若我会素会变调变第一调素面对，以上。好，感谢梁子，感觉有？拄则咧读的时阵，迄个五的音拢无去，语言的语啊。阁有外省人的外。我以后会注意，歹势。无要紧，我欢迎的语言我拢会无去。即个读册，即个拢毋免歹势。像我有当时若要掠包的时嘛，拢会掠了毋对。梁子捌讲过，互相闹开求进步，对无？嘿，无错。感觉有？若无，好，感谢阿莲啊，读了即趴。煞来，感觉有啥要来甲咱读？我来奉献一段。好个，照讲，本文若要讨论即个问题，会牵伤远。毋过，若无小讲一个嘛袂使。1949年以后才来的，毋管是个人主义上意愿有承认也无，伫客观的事实上，拢是台湾人，即点无可争议。当然，因的母语嘛爱受到尊重。问题是，国语敢是因的母语？对因来讲，中国的广东、四川、河南、北京各种语言拢甲台湾的国语有所差别。台湾的国语毋是因的母语，因为自世界各地的母语嘛无可能拢成做台语的一种。亲像台湾人入美国籍，无法度要求将台语列做美国语的一种。毋过，美国人也是政府共款爱尊重台湾人用台语教。台语文谈做教材教因的主题种种代志，所以本文所讲的台语，就无包含国民党规定的国语。
国语嘛无需要咱搁去推广。以上。好，感谢梁姊。我要讲的是，为下骹算起来第三逝吼，是毋是阁有拍毋着字啊？就是台湾人用台语交谈，毋是文谈，是毋是阁是拍毋着字啊？我查一下吼。感谢。我先补充一个，拄则要头进前有讲到一个词，是奉献，毋是奉献，一般人拢讲奉。我阁补充一个，我拄则袂记讲，顶一拍上尾迄台湾官方应该是官啦。感谢你。苗当咱继续啊！我来查着，较甲大家讲。无我查到啊，顶悬真正是用台语交谈。好，安尼后一拍，敢有啥物来读？是对1992遐吼。是。我来试看嘛。好，感谢阿秋。1992年1月20，台湾大选后，过长工，几百个台语人士聚集伫台北市中心的 YMCA， 讨论台语问题，目的是要安怎互台语伫咱的土地国活。方法上可能爱兵分两路，一方面做民间推广，一方面争取法定地位的确认。伫争取法定地位上，会使透过咱新选出来的立委，请因向立法院签署提案。除了现主事独霸的国语以外，河洛话、客话、原住民语言嘛爱立案，争做台湾的法定语。即届当选的立委有真侪位伫竞选的时是透过台语演讲，向选民争取选票，所以因有责任替台语走藏，互台湾争做多语言国家。同时，嘛会使举办游行、请愿即款的活动来做配合，互咱的立委提案的时较有气力。多谢。感谢阿秋。阿秋读了即拍，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第三逝迄个方法上可能爱兵分两路，这是华语直接翻的哟，还是自来就有。若像即个较拄阿秋是念两嘛，我感觉念两敢若较捌听人讲，可能敢若较少人听。以上。感谢梁姊。我嘛是读兵分两路，毋过我无确定对毋对。感觉有意思要讨论。无哈，好，安尼第六拍，敢有人要来读？无我来好。比较上，民间的推广搁较重要，争取台语的法定地位，目的嘛是为着要互台湾人民会当使用。人民若无感觉即款需要性，立法毋但袂通过，通过了后嘛无确凿。眼前较可行的办法是透过台语的消费者运动来做社会推广。伫公家、半公家的单位、处所，亲像公所、卫生所、铁路局、大气公司、图书馆、病院，咱纳税人有权也有责任要求办事人员一定爱尊重台语人的权利。因若无用台语甲咱回应，咱一定爱坚持伫私营的营业场所，亲像餐厅、旅馆、超商，咱消费者搁较有权利要求服务员用在地的母语应答。另外，咱嘛会使提供本店可使用客语，也是本店有讲台语即类的大纸，请台语义工去做访问。有合咱要求的，就将大纸甲搭咧门口，互消费者加一个选择的机会。店头家嘛会想讲，因共款钱要请店员，当然嘛爱请国语甲台语拢会晓的人。后摆若要找头路的人，若无将台语学好势，就真歹甲人竞争。安尼学台语可能会成做一个事件。以上，即摆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有即摆同尾啊，店头家嘛想讲，伊共款要请店员，要安怎请？请量的，还是请食鸡卵糕？应该是请，敢是？对，无错。好，感谢梁姊，敢阁有第七拍，
共享要来甲咱读。大家好，我是莫妮卡，无即个我来读试看卖啊咧。感谢莫妮卡。好，安尼我开始啊。另外，嘛会使用针对传播媒体做消费者运动。假使若有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对台语有所歧视，咱会使直接向媒体提出抗议，也是向提供广告的厂商表达因为媒体的语言立场有顶达，到时咱考虑无爱阁采用因的产品，亲像退步救台湾运动了后，真正有厂商声明无爱阁向联合报刊广告，这就是消费者运动的力量。好，多谢大家。感谢莫妮卡。莫妮卡读的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请问迄顶打是啥物意思？就是错误的意思。就是伊是讲伊有无共款，还是讲伊有即个就是毋对安尼？就是毋对。哦，好，了解，多谢。记一个咧较清楚啦，像讲，头家你较拄仔找我的钱毋对哦，有重大哦，嘿，安尼。好，多谢良知。过来可能针对你较拄仔念的吼，有几个我听到的，可能就是迄个变调的问题啦。第一抓就是你咧读针对嘛，遮针对，过来第二抓的报刊，第三条念报刊，那我念报刊啦，过来后壁是歧视，过来向媒体，过来第三抓也是向提供广告迄个向，过来第四段吼，迄个毋知是拍了字毋对，还是咱告诉是毋是地数？是。吼，迄个拍毋对吼，过来联合报刊，这是联合报系呢，联合报，敢是安尼？联合报刊，嘿，好，以上。感谢良知。我补充一下，歹势，你先讲。我补充一下良知讲的，伊用联合报刊，我感觉断句断着所在是联合报刊广告以上。我嘛是要讲这。感谢。广告。感谢安公教，感谢海米，感觉有。拄则头一抓迄是另外嘛会使，迄是会使啦。拄则嘛有讲到啦，就是联合报，迄个是联合报。感谢海米。我直接要甲迄个莫妮卡要甲鼓励一下啊！你安尼读吼，你爱读出来，才知影讲阮来读，因为阮来读，我感觉因为阮普通时就是拢咧较直要讲，较直要读嘛。你来读出来，然后阮来掠包。阮一方面，阮练功夫，练掠包的功夫。一方面吼，你读出来，你才知影讲你毋对伫倒一个所在吼。以上。好，多谢良知。阿莲啊，请讲。我想要讲，我头壳听莫妮卡念，我错一条呢。那会甲我进前听的差足济，是毋是平常时拢会偷练？念啊足好听的呢。以上，多谢。感谢阿莲啊，感谢莫妮卡。即摆应该无问题啊，敢有人阁有意思要讨论？再来第8趴、第9趴，安尼一个人来读就会使。我先讲第8趴，第2抓是参加，毋是参考。敢有人要来甲咱读？无我来好啊。感谢韩公教。无论立法院运作，也是民间推广，拢需要人甲一个有全国代表性的名称。所以参加12月20台湾语文运动的人士，拢有共识，希望齐心合志，组一个类似台湾语文运动联盟这款名称的组织，结合海内外关心台语文化的人士甲团体，做伙为咱家己的母语拍拼，
现此时，即个组织当伫筹备中，计划1993年3月中成立，期待海内外关心台湾语言的人士拢来参加，嘛提供即方面的意见。以上。好，感谢暗公教。暗公教读的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有3个所在变调，大家罔参考啦吼。第2抓所谓参加，我会读参加，嘿，过来第4抓结合海内外，你较拄读结合海内外，我会读结合海内外，过来上尾一段的第1抓，计划1993年3，你读月嘛？我嘛会变调3月中。好，以上。好，感谢梁子。敢阁有人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敢有？若无，大家对即篇文章敢有啥物想法？我来甲大家分享一下，437页下骹，就是讲本店会使使用客语，还是本店会当使用，伊会当做一寡大纸嘛。若准讲我是咧做生意人，我咧做头家啊，我真正会去做即个大纸，而且我若是台语人，我嘛是会较爱去即个店，因为咱足济无拢会搭一寡吼，本场所禁止食薰啊，本场所会当有迄种导盲犬嘛，要安怎讲导盲犬咯，你搁搭一个纸本餐厅全面用台语的打8折、打9折。安尼是毋是会当吸引一寡较爱讲台语的人去遐搭消费？你若像讲你的物件嘛袂歹食的，有的人拢是小屁咧嘛，想讲我来去我交头家讲一下台语的，会当省一个10%、20%安尼嘛好。嘿，我感觉即个真好。我感觉台语人无一定爱讲台语好，要做一个台语人，你就是爱敢讲，然后去鼓舞较侪人来交你做伙讲，讲毋对嘛无要紧，逐个拢是顶摆伫学习的，咱去互禁遐久即马真无简单，有即个机会会当互咱翻身，逐个爱较拍拼、较努力的。以上。好，阿莲啊，请讲。我要来讲迄个店头家伫迄个店咧打工讲台语，还是讲阮本餐厅讲台语，安尼真正该另外做教育的训练，因为我有一道去一间文青咖啡厅，我想讲安尼好赞安尼我甲迄个服务生讲台语，服务生甲我讲我不会说台语，所以迄个店头家该另外开一条，就是爱做教育训练。以上。好，感谢阿莲啊。大家看过有啥物感想、想法要讨论呢？我简单讲，迄个某某，恁知影迄个查某囡仔，伊拢有迄落 FB 拢有po 因的迄落，因爸拢会 po 的影片啊。因爸就讲诶，甲因查某囝算迄种，送若讲毋对，台语啦，若讲了毋对吼，着爱行掠包，就是爱罚钱啊，创啥？伊讲。有当时拢会害因查某囝掠包，因查某囝感觉我比老爸佫较高，佫较高讲台语，真趣味。好，感谢秋。好，我来分享一个，就是梁子拄则有讲一个词，就是迄个中国话讲的迄个导盲犬啊。若要讲迄个导是第7条导盲犬，若较口语，我是感觉会使加号做带路狗。因为咱再来是有讲带路鸡啦，当然迄是毋是真正就是会带路的，一只鸡迄是结婚的时阵用的物件。非得就是有迄个意思，我是感觉会使摕来用。过来就是即篇大家拄则咧讨论的方向，我是感觉真好，毋过讲较白就是我家己较悲观啦，因为我感觉头家人。目前就是迄毋是讲头家的问题，第一当然像拄则有讲着，比如讲我若是你是某一个团体，比如讲是某一间学校、某一间公司的，你来遮你着会有优待。这确实咱有的店头，就是伊迄个区域内底找即款人可能较济，伊嘛是拢会有即种优待的方式嘛，是讲一寡大纸伊会写出。问题是。讲台语的人对因来讲，敢有即个
感觉，就是因敢有感觉着需要去做即件代志。我想大部分是无啦。第一就是，若是较有会的人，基本上因就会感觉讲台语就是真事上的代志，伊嘛袂特别讲我讲啥物话是啥物款的。对因来讲，迄个伫心内底心肝头有加分的迄个想法，伊是袂有走出来。另外就是，若个较少年辈，基本上因嘛袂感觉讲台语对因来讲是加分，甚至第一的伊有可能伊想要讲，伊嘛无自信，基本上会惊讲伊嘛讲袂好势，个国语人来讲，伊嘛感觉怪怪。另外就是嘛有足侪，这可能新闻台嘛拢有看到，足侪甚至因个会感觉，你若讲台语就是无水准。另外就是，其实即马若是愈少年人，基本上中国话已经成做一个共同语啊，伊袂感觉讲若有一寡少数语言来讲，伊会变做是对伊的迄个做生理来讲有加分啦。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拢需要教育才有法度达到咱想的，就是即个方式。就是我讲的是针对头家人来讲啊。即篇咧讲的是倒饼啊，就是讲咱爱为消费者的角度，就是其实咱毋是干那讲语言即部分，其实咱嘛定有咧讲，就是你用你的钱用伫啥物所在，基本上迄就是一种选择嘛。就是你的钱开伫啥物所在，就是你支持啥物款的人继续来做即个行业嘛。比如讲像即马有人咧卖鸡卵的，伊都有特别讲，这是有照顾迄个动物算做伊的尊重即个动物的福利就对啦，就是伊有互伊照顾伊的生活环境较好，就毋是较早就是规个拢客做伙，也是讲拢关一层一层，就是伊的生活环境足歹，所以迄个卵就变做讲可能有法度较俗啊，是安怎的？毋过迄个对动物来讲迄是毋好，所以变做有个人就会做这个市场，因为即马开始有这个观念，所以因就做这个市场，来去互愿意支持的人来去开这条钱。当然，伊嘛会掠到无共的迄个市场，就是有个人就感觉讲伊需要支持，所以伊钱就会摕来遮买，所以就变做支持遮个人来继续做遮个工作。所以这篇的意思就是讲，你若原则上若要去消费的时阵，就尽量去愿意讲台语的遮个头家也是讲店头，去甲伊支持对啊，就是你钱就开伫遐，安尼伊就法度愈做愈长久。所以另外就是像即马开始有一寡人会愿意讲较白，就是牺牲啦，就是来做台语文的产品，因为讲较白，台语文产品毋是介好卖啦。你若知影，尤其是像咱咧读的台文的册，人若要去印，基本上拢有心肝头拢有暗算，就是这一定是会了钱的啦。所以基本上会印台文册，拢是咧做功德的啦。所以就变做讲，咱若愈知影，就是比如讲像有咧出台语文册的人，还是讲有咧做遮相关工作的人，咱就爱甲平常时固定遐开的钱一部分来开伫遮，安尼才会支持即个就是遮的人继续去做。当然就是因本来无即种意识的人，咱就爱尽量去甲伊鼓舞。比如讲，当然有的人是做了较急啦，像我嘛有熟悉的先生，伊就会超工去甲头家要求啦，就是讲伊去比如讲伊要去买物件时阵，伊就要求讲伊可能就甲伊印中国话，也是讲伊拄开始就甲伊讲中国话，伊就甲伊讲讲台语啦，就是伊就安尼嘛。当然有的头家伊有要做生意，若有法度伊就会讲嘛。有的人可能就无法度，变做伊嘛毋知要安怎，伊就可能嘛是继续讲中国话。所以有的像我熟悉的有的人，伊就会讲可能你若讲中国话，我一件我就无爱食，我就随走啊。当然我是感觉无的确爱面对面的时阵，共做甲遐急啦。当然，咱会使比如讲了解了，可能伊袂晓。当然嘛，讲毋是讲伊袂晓就爱共逼啊，就是讲你会使去选择，讲互愿意讲台湾话的人，伊较有法度生活，还是讲伊的生理较有法度做的。安尼其实咱的自然你会去支持遮的人继续出现嘛，所以这个环境就愈来愈好。这是我感觉这篇内底伊
伊要表达的即个消费者的运动的重点。其实拄则大家咧讲，比如讲像要去分大纸，要去鼓舞人来做即件代志，其实嘛有人咧做。问题我家己有去看迄个效果，敢若毋是介好啦。其实就是我拄则讲的，大部分的头家人因无即个观念啦，所以变做讲，咱需要有人去甲伊教育。还是讲可能爱用一个较大的活动的方式来吸引来因做伙来参与，比如讲可能比如讲我伫高雄市，还是讲伫盐埕埔，我就来耍即个活动就是来做讲咱做伙来做即件代志，甚至讲迄个美女会使来做用台文的，像家己进前都有做嘛，所以其实我是感觉会使为社区为地方开始。起码有一个较大的即个主题，是讲活动式的来先互因有一个概念，因为其实你要做这活动，拢需要去甲头家沟通嘛，就是讲互因知讲，我这做这活动的目的，也是讲我的核心的概念，我是想要宣传做啥物代志，因可能会感觉，第一就是感觉趣味啦，第二可能嘛袂感觉遐有压力，就是讲大家做伙来耍，就嘛顺续。互因有知影即个相关的概念，像我之前伫打到办台湾普朗会时阵，我就感觉迄个效果是袂歹，因为其实一般的人真正对台语也是讲台文，因是完全无概念的。毋过伊会感觉讲，你咧办即个活动，你去甲伊分享这内底遮的一寡想法，伊也是讲即个活动核心的概念是目标的时阵，伊可能就会想要甲你支持。伊嘛袂感觉遐有压力，就讲我一定爱安怎才会使。这是互甲大家分享啦，大家嘛会使想看卖要安怎去做会到。我有一个问题，伊即内底讲立法，咱即马立法2019年嘛通过讲，就是国家语言法通过。通过了后，像讲国家的考试，考试伊嘛无要，既然国家语言通过咱这应该有一寡你像讲。政府机关国家的考试相对的有一个地位无通过敢若通过。伫即种公家的考试，这嘛，若用你搁对这语言有一寡加分的作用，安尼应该迄个效果会较好。所以我毋知影讲到底政府因有伫想，还是讲迄个立法委员送因敢有伫注重即块。我先补充一个，就是针对即个法律的部分因为有的人佫毋是介了解，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基本上伊制定的对象是政府，所以伊干那会使限制政府去做一寡代，毋是限制就是伊去讲政府应该爱做啥物代志，所以其实甲咱即篇讲的消费者运动的对象是较无共的，伊基本上伊无去讲民间爱安怎做。当然拄则阿秋讲的，其实这是重点，就是即个法律照讲是应该爱限制，还是讲规定政府应该爱安怎做？问题是即个法律基本上伊无强制力，就是伊虽讲是定伫遐讲应该爱安怎做，问题你无做嘛无要紧，伊嘛袂甲你处罚，嘛无讲。我当时爱做到安尼，所以基本上就变做实际遮的行政单位，还是讲遮的行政官员、遮的头人，因敢真正有要做，所以其实像即马实际有想要，当然毋是讲完全拢无做，因想要做的方式，就是可能先为遮县市市遮的制度内底看要安怎甲伊插入去，比如讲像。即个教育体制内底，原本是完全无即个台语的教育。当然初20年前有讲要试迄个2节的迄个本土语言的课嘛。当然尾手就怎抬一半，剩1节。试20年了后，才国家语言发展法了，才讲迄个义务教育，就是到高中的阶段，拢爱开始有教本土语言。所以才变做因就是进前课纲会议的时阵。才通过即个排一节课入面。其实迄当阵排入的时阵，因的课纲委员嘛是有人跳出来反对就讲袂使我就是无爱加放你即节入面，所以变做讲实际要执行的时阵嘛是会拄着足侪困难。毋过我感觉迄
当然因即马是因的角度是为现处是诶制度去改啦，当然我是感觉因的改方向是，我是足无满意，就是因基本上也是掠中国话做主体嘛。当然即个国家语言法典法伊内底去当阵定的时阵，就是讲伫台湾的自然语言叫做国家语言啦。毋过事实上，伊当阵因伫立法院咧、立法委员咧迄个质询的时阵，因嘛有问，因其实嘛承认中国话嘛是台湾的自然语言啦。所以基本上因嘛甲中国话当做台湾的语言去处理，当然迄是例外啦。伊就是基本上伊内底即个语言国家语言法典法的精神是要去辅助遮的弱势语言去发展，就是讲上无资源爱平等啦。因即马是当然就是因无要恢复，就是像我拄则讲的去排除中国话其他的称做国家语言，因是嘛甲中国话放伫内底。上无你爱做到资源平等嘛。问题因即马资源嘛无平等，因基本上像教学的科目，还是讲教学语言，原则上嘛是全部拢是中国话。另外就是你嘛会使为其他的角度去用奖励方式，豆豆甲即个无平等的资源，也是讲迄个会使做的，比如讲像我若要伫一个政府机关内底上无，我比如讲我爱开遮的头路会使互人去引嘛。比如讲我一定爱有全部的迄个行政机关，也是讲你会使分议区，当然上理想是会使分议区。比如讲你若是伫迄个台东的，可能比如讲迄个房早，也是讲暗密是较济，你伫遐的行政单位，你着上无你爱请一个，甚至佮讲若较好，就是上无遐的行政机关咧服务的人，全部拢爱会晓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因遐的语区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因可能会晓房早。像安尼其实是这是合理的啦，就是上无伊爱做到即个程度。问题是因也拢无咧做啊。因即马就是有即个法，就是干那摕来应付的尔。就讲我着有咧做，你着莫阁甲我命是安怎？我感觉上严重的是教育体制无去改啦。当然因即马就是掠中国语做主要的即个教学语言嘛，基本上伊嘛袂改啦，因为规定民进党即马的态度就是伊就是承认即个就是事实现况，伊基本上伊支持其他的语言去发展。问题是伊袂甲伊掠做是主要的物件就对啦。就是恁要讨我就互你一寡，互你偏芳一个，互你去算。问题其他的资源重点嘛是拢放伫中国语啦，甚至因真正就要杀英语嘛。所以都侪人跳出来抗议，讲你啥人无爱杀本土语言？因为因其实像咱法律内底嘛。毋是咱吼，因的法律内底嘛是嘛无定讲中国话是官方语言啊。问题伊嘛甲即件代志变做是事实啦，所以其实这就是问题是因像迄个其他的语言，咱着爱想办法伫即个因的制度内底去有设一个法，咱才有可能来去做。因要用迄个双语国家，因嘛无法律去甲支持啊。因着讲要做就做啊，着凊彩钱几百亿着撒来啊。因拢毋免去设立啥物法啊，毋免去设啥物法律，因着要讲要做就做啊。所以其实讲较白就是因无要做啦。因若有要做，其实早就会使做。当然另外一个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已经无偌济啦，就是即摆拢是中华民国人，所以伊基本上遮个人嘛袂支持啦，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较害。所以我是感觉上有可能的，就是咱爱伫教育的方式内底开另外一条路啦，就是讲咱爱设全母语的学校，你莫去教中国语去前3岁，基本上就是迄无啥会叮当啦。迄是做现实的代志，所以我是感觉咱爱尽量去争取全母语学校。上无，毋是干那语言教育尔，就是你爱对所有的观念，就是爱去做台湾族群的性命的知识，莫阁用中国话去做教学。这才是上要紧的。遮个人若愈来愈侪，才有可能想法去转变，去支持遮个代志，甚至讲去要求
全力去要求政府一定爱做甲到。这是我简单的想法，甲大家分享。感谢海米。大家敢阁有啥物想法？阿秋请讲。我敢若我有看到讲，毋知敢若是苗栗县，因为要用专客语的迄个学校，就是敢若是，就是迄县政府啦，县政府因有支持。我就想讲，安尼台南、高雄，还是屏东啊，这是毋是因嘛？就是这地方政府是毋是嘛？就是去甲因争取讲，要有全台语的学校，迄是我看到全客语的学校的一种想法。感谢阿秋。我感觉迄真正就是要做毋做尔啦。因若要做，伊一定想办法会使做的啦。无要做，就是一直找借口啊，讲伊就无法度啊，法律就安怎啊，迄个制度就安怎啊。我感觉上要紧的就是即个，因基本上就是无要做啦。感谢海米。阿丹咯。大家晚安，我是丹咯。拄则这议题，我感觉讲就是过来要选举啊，就是咱会当去你支持的即个每一个支持的候选人啊，是讲参选人哦，拢会当去甲问啦。毋管你是用写批也好，敲电话也好，也是讲直接去参加伊的即个演讲，也是啥物活动，恁拢会使去甲伊问啦，问讲你的语言政策的态度是啥物？我感觉就是咱每一个人吼，因为咱拢共款有一张票啊，迄权利拢共款，所以咱会当去甲要求，去甲问啦，看伊的态度，叫伊伫所有的人面头前表达伊对语言政策的看法。安尼咱去要求每一个候选人，毋管伊讲的是安怎好啊歹，要讲无爱讲，也是支持无支持，至少爱叫因表达出来。若安尼，我感觉就是至少会对遮的选了后，要入去即个所谓地方政府体制遮的咱的代表啦。就是至少因有即个意识讲，我的选民开始愈来愈侪会注重即个所谓的语言政策甲语言的推送。我的想法是安尼。感谢丹咯。就是迄个蔡英文伊调总统爱有做年金改革嘛啊。我是听迄教师联盟，就是毋是讲教师工会因内底讲，因内底遐，就是讲迄落做律师啊，做啥即类的吼，因讲吼，其实这就是这是因去要求，未总统大选的时，因就去要求遮候选人讲，恁若不管恁送哪条，恁就一定爱去做年金改革。就是讲，别人调，伊嘛是爱做，因为伊迄个面临，因为后壁的人的面临迄个破产、领无钱即个代志嘛，所以因其实因进前拢去要求啊，毋是蔡英文调甲做，迄是因内底的人安尼讲的啦。所以我咧想讲，安尼就是像台南嘛、高雄、屏东遮，就是遮的，就是若有迄种母语的。就是讲台语的迄个家庭的遐家长嘛，因会使联合，然后去要求讲遮的候选人讲，恁若做调，不管怎调，是毋是恁同意来设一个全台语的学校，迄种实验学校安尼，就是讲每一个候选人拢爱互因去签一个迄种因愿意安尼做迄种的。迄种物件，我是对因的年金改革来想到即个代志。好，感谢阿秋。好，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真支持拄则两位讲的，我是感觉讲，咱毋若个人啦，其实因为你若个人的力量，伊无得较讲较白啦，迄个候选人还是讲参选人，伊嘛无得较来插你啊，所以其实咱若要做，其实爱有组织啦。像其实组织会使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讲你会使去找遮个民意代表，去互因知影讲咱有遮个需求，
伊嘛会较重视，当然因看着可能是看着选票嘛。你若是个人来讲，伊可能对伊来讲，伊可能嘛无啥物，较讲现实无啥物利益。你若是有团体去甲伊讲，伊可能加减会较重视。另外就是讲，咱嘛会使甲做评鉴嘛，像咱国会也是讲议会，咱拢有去甲因讲，啥物倒一个迄个议员啊，是讲立法委员，伊的迄个成绩啥款，咱嘛会使针对这个因对语言的政策，还是讲因对语文的态度啥款，咱甲做一个评价。当然嘛会使先去问伊讲，伊有啥物款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是做想要，若大家有法度会使做伙来做，像类似一寡算优秀的团体，像其实咱台湾有伫美国有一个，大家可能知影听过这个团体叫做法帕啦。法帕这个团体基本上伊就是去美国的国会伊相关还是讲参众议院院，还是讲参议院内底伊的相关的议员，还是讲参议员等等的，就是因相关的边仔会有足侪办法去找因，还是甚至有啥物可能有啥物合作啦？这我就毋是讲介了解，反正就是因会想办法去争取因来支持台湾的相关的政策。所以我是感觉咱足欠这部分来去要求遮的官员，还是讲民意代表来去支持咱追求的遮的相关的政策啦。所以其实即马虽讲有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嘛，顺续讲者，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概念其实已经提出来，我印象应该20档有啊，迄足久啊。问题就是，就算到民进党政府咧做迄个执政党的时阵，伊嘛无真要意即件代志啦。尾手是因为因内底一个官员，就是即马负责迄个台语文创园区的我莫讲名啦，反正就是伊实际上是伊去。因的办公室坐咧，伫遐咧甲小拄就对啦，就是伊一定要甲伊讲即件代志，咱即马爱来处理。无基本上语文相关的政策，因拢是放到上尾。你嘛知影，因可能会针对即马社会上较侪讨论的议题，还是讲当咧吵、当咧冤的议题，拢先去处理啦。若遮的物件，因拢感觉无啥要紧的，拢。放伫上后壁，上后壁有诶时阵，你嘛知影因迄个开会议题要讨论诶物件伤侪啊，可能就拢无处理，就一定下落，就拢永远袂插嘛。所以其实咱真需要有遮诶民间团体去甲伊要求讲，即件代志是做要紧诶，咱爱赶紧去做，才会使。这我简单补充。感谢海比阿莲啊。第一个是讲头拄仔下比老师已经有讲啊，讲其实咱可能需要一个组织去讲，甲民意代表讲即件代志。我来分享一个，像台南好啊，台南有西拉雅伊的实验学校，西拉雅伊若知影就是讲，伊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语言，安尼嘛会当做一个项目来做实验学校，但是台语无半间。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消息，讲全台湾有可能会做台语实验班的所在是台北的大安区，因为因去做调查，讲遐个家长想要有台语的实验班，新竹嘛是。我看这个新闻时阵，我感觉有一种做无公平的感觉，是安那，就是我的母语是台语，我要教我的囡仔母语。我爱另外开做侪资源甲时间来教我的囡仔母语，但是伫某一个阶层的人，因为因的团结，所以因可能会当用更较低的成本，互因的囡仔学母语。所以我会感觉讲，这另外一方面，除了讲政府有要做，嘛是讲台语的人家己无感觉重要吧？台南遮侪人应该是咧讲台语，其实行出去，足少人对囡仔讲台语。我到头真正敢带囡仔在3-5天，敢听到一道伫公园内底家长对囡仔讲台语，所以我嘛感觉讲就是迄个对台语的这个重视，毋知是爱安倒开始送，是要甲因讲
平平讲台语的家长讲，你敢知影即马趁偌济人大安区的好野人拢要学台语啊？咱这个无紧甲学校讲，啊无要用什么方式去宣传这广告？我直接咧想无呢。以上。感谢恁啊。歹势，我这会使回应一下啦。基本上台湾人就是有一个姓啦，金庙起身啦，就是这是台湾一句俗谚语啊。基本上就是你若就是大家拢感觉像我伫打到遮做台语文吹沙工课嘛是，即个感觉真深啦。就是大家拢感觉中南部的就是拢阁有咧讲台语啊。当然有咧讲，毋过你爱看迄个年龄层的，你若是少年的，其实全台湾拢共款啦。若当然若是讲较有岁，确实遮阁有咧讲台语的人是有较济无毋对。另外就是讲，即个学校的部分吼，我是感觉讲，若要做吼，可能爱去用过的啦，就是爱用行政法院，我毋知。我法律其实无啥知影啦，是讲行政的物件，我毋是介清楚。毋过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咱爱用受教权的方式啦，因为咱即摆已经有国家语言法典法嘛，咱爱去要求讲，咱连要用家己语文来去上，就是去上课受教育，拢无法度。安尼基本上你这就是违反迄个法律嘛。就是你无互我有即个语文的受教权，无才调互我伫即个体制内底用我的语文来受教育，甚至我未来若要参加中华民国的国家考试，我嘛无才调用我家己的，莫讲因的食头路，就是你要升学，遮的升学的考试，我嘛无才调，我用家己的语文来去做试验的时阵，这就是我的权利有受损害嘛，所以基本上会使用安尼去改革啦。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本身目前是阁无才调去做这个代志，毋过我是感觉讲，若有法度是会使用这个方式。因为我家己嘛较无迄个立场，因为我平时无囡仔啦，我是建议若有囡仔的人就会使去想办法来看要安怎改革。看敢过会成无，就是用这个方式逼因去解说嘛。你若无才调，其实我进前是有写讲，你若无才调，你即马体制做袂到，无要紧，你爱有补贴嘛。比如讲，我若要安尼做，上无，因为我得变做是弱势嘛。你也互我的补贴才对啊，就是我若要家己有去用母语教学，我若家己要教，比如讲可能。厝里阿爸也是讲阿母要来做即件代志，伊就无法度去做工课嘛。伊若无工课，上无伊爱有补贴，互伊有法度去做即件代志。也是讲伊若想要请专业的师资来教，遮个钱应该政府爱补贴嘛。就是遮个方式，你爱有法度互人做。像法国吼，因一寡就世语言，因是有安尼做，因为因政府法律有规定讲。伊民间会使家己去办学，就是去办学校。像因其实为小学到大学，因拢有法度用因，就是因迄个接受族群，还是讲接受语言遐个较弱势语言来去，就是受教育，还是讲考试等等，因拢会使到大学拢有法度做。咱而且因办学。遐个就是你会使互授权互民间家己去办，问题你若需要请人，还是讲学校需要资源，迄拢会使为政府遐申请补助。我是感觉上无爱安尼，无基本上你就是你爱争取家己的受教权就对啦。我是感觉即方面大会使想看觅会使安怎来做。感谢海比今仔日的补充，互我想到足济。真感谢海比，大家嘛会当参考看觅，想看觅。大家敢阁有啥物想法？请教海比一个好啊，你敢有要奉上一下协会的代志？好，我简单讲啦，就是其实拄则讲的迄个组织的代志，我是豆即几档有咧想。所以目前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打到台语开讲社，是讲台文博览会，因为阮伫网络顶管拢有咧做宣传，逐个月嘛有办真济活动啦，所以基本上阮开讲社其实已经经营6档啦。目前是有要正式就是成立一个协会，就是变做爱有一个正式
中华民国内底正式一个制度啦，才有法度伫即个制度内底去做一寡工课啦，嘛是有一个正式的单位对因遐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人，因较会信道啦，甚至你会使用即个单位来发公文等等的，嘿啊，所以阮目前是有要来申请做即个一个协会，叫做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啊，目前当咧招会员，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来找我。啊，阮即个协会是设伫高雄市，啊，因为因中华民国制度的关系，就变做若是伫高雄市内底的人，就是干那会使单纯做赞助会员，嘛是有会员的福利，毋过无会员的权利，就是无法度投票，啊，这无法度，啊，因为阮是考虑着，若逐档拢要开会，爱全台湾的人，甚至其他所在的人爱来到高雄开会，大家较忝，所以变做行政的部分就较简单来甲处理起来。啊，是希望大家若有心，会使做伙来参与，咱未来有一个工作团队是无限空间的啦。基本上，即马你要住倒位嘛会使，所以其实阮即马有加入的会员已经有住美国的、住加拿大的、甲住瑞士的啦，所以基本上嘛欢迎大家，若无得较大高雄的嘛，欢迎你来参加啊！未来会使成做一个较大的组织、较大的力量，咱做伙来做一寡工课，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私底下来甲我问详细的迄个资讯，我才传互大家。多谢。感谢海比，大家若有趣味的，当去问海比，爱记去问海比哦。安尼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即马就来做一个结尾。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技术有啥物想法，会使写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互大家了解，请用台文写心得，用罗马字也是汉字拢会使。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眼甲倒数的台语车帮。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是有人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晚安，拜拜。晚安，再会。